空军耗资1100亿元新台币，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汉翔将现有141架 F-16AB 升级为 F-16V。F-16AB 是1990年代推出的旧机型，全部飞机的升级将于2023年完成。台湾在中国的压力下，正在加强其空军。中国战机近来频频侵犯台湾领空，美国已表态支持台湾。欧盟竞争事务执委维斯塔格周四表示，在全球芯片短缺阻碍其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情况下，欧盟可能会批准潜在政府补助，为欧盟新的半导体工厂提供资金。维斯塔格说，执委会可能会考虑批准公共助援措施，以融通半导体生态系统中可能存在的资金缺口，特别是欧洲这首度新建这类工厂。日本和菲律宾同意推进合作，实现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愿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在线会议，讨论了双边和地区局势。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本强烈反对试图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的难民危机并不是白俄罗斯造成的，其最终责任在西方国家。普京表示，北约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我们的西方伙伴很奇怪，他们低估了我们的红线和警告。他说，他们正在利用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的移民危机向明斯克施加压力，并将其作为导致我们附近地区紧张局势的新工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以色列国营军工企业18日签署一项战略协议，双方将共同研发一款无人驾驶水面舰艇，用于军事和商业用途。中国网民关关依据一家美国媒体以卫星影像所汇集成的东突厥散集中营地图，实地造访了位于其境内8个城镇的18个设施。这些设施包含了戒毒所、看守所、培训学校、职业教育中心、拘留所和教育矫治局等设施。这些设施多半有铁丝网、守卫塔和高围墙等特征，多数地点在百度地图上也未有标志，部分设施的外墙上也出现劳动改造、文化改造等标语。据报道，谷歌公司和法新社已经达成协议，同意谷歌向法新社付费使用网络内容。法新社称，这一为期5年的协议是新闻机构根据2019年关于所谓零接权的欧洲版权指令所签署的第一个协议。